伫母庙边仔吼有一搭吼足大诶迄个菜市啊，在地人叫粪扫市啊，是安怎叫粪扫市啊咧？讲到这哦，在咱会叫伊是粪扫市啊吼，粪扫市哦，会使讲是黄昏市啊啦吼。会叫做粪扫市是因为吼，早前早是菜市啊，菜洗鱼肉也卖无了诶，下晡黄昏诶时，佫摕出来卖，佫加上规个菜市啊吼，即个环境压榨淡湿吼，所以叫伊是粪扫市吼，嘛是诚实在。粪扫市会遐尼啊兴旺，和职业妇女变做有真大诶关系。早起是无法度去菜市啊买菜，就利用下班诶时顺续要转去煮。毋过即马粪扫市有咧卖诚济现成诶菜料，转去会使毋免煮。现此时店家搭所卖诶已经拢是新鲜诶，甚至有人简单走黄昏市啊，因为黄昏市啊一个所在营业额已经有法度维持一家伙仔诶食穿。迄个目前武庙公有市场是1986年临时搭诶，2012年重新起造，成做即马诶规模。有立体汽车停车场，佮有网络出名诶手路菜。